个班哦，常规鼓励，常规鼓励啊。谢谢李东先生哈，过来咱来看一下会议啦哈，来加入加入一个哈，来自佛州府，那种看到四门柜的这个声柜的动作，哦，一般的开发无可能共款，哦，请咱特别甲注意一下，哦，伊这个声柜的这个开发啦，其中都有这个合本进来的，哦。今日咱有真侪规划，哦，咱大家用心来甲欣赏，哦，来甲比较一下，哦，那么对台湾的这个需要问题，哦，大概你就真完整的认识，哦。好，这基本上话呢，咱的这个台南遮比较较看较到的这个山头水的规划，哦。好，谢谢啊，谢谢。哦，你看伊请队的这个声法无甲来共款哦。咱这个何东福先生，来过来5百哦。500啊，500啊，哦，500啊，来500啊，哦。这拢咱最高国的这个实实在在都重要的军号哦，500啊。掌声鼓励哈，这2首就很不容易啊，这2首的真无简单看起来这个是较高级的军号比你讲军宝是这个功夫都较更上一层。好，这2个500啦500啦，来，雍先生雍正的雍来，谢谢。500啦这是关接关闭哦，你看大家歌声拢免我招安尼一直拍拍到手安尼红彤彤，可是袂歹来鼓励挥泪这咱那个重点栽培，重点栽培。这少年的我看，前几日都来招伊来啉2杯啊有一寡功夫看有。白河过去咱王金雄先生来，掌声甲鼓励王金雄先生，这个我南部在地南部在地。
以咱其他太多群内面吼，这个搞风格较无共款，然后较无共款的这个军套，吼，那个白鹤过机吼，来，过来吼，咱来看一个啊，吼，咱吉罗西吼，示范一个吼，就是咱其他太多群吼，非常这个人保罗的一套推销法，吼，仙人拉怪，吼，仙人拉怪，好来，我下个歌里哦，来，来啊。冇问题哈，那都係幾多仔啲公公聽齊啦，我哋人聽得到哦，咁好啦哈，這老細有這個警棍，有這個特權啦啊，來，張家高嚟哈，來，這還是仙人拉怪啊，仙人拉怪是稍微比較更高級一點的奇眉棍法。好，這個家譜。在那个跨买了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讲咱这个台南现在这个推销法风常大头推为主所以这个规范内面也是经济是大头那么双头为主这是咱大台南地区的一个特色谢谢仙人拉怪仙人拉怪，感谢好，再来是咱这个六甲六甲二甲川张信祥先生来江仔来，国家来个欢迎江仔，江哥，江仔，来江怎么去的？来，国家过来来，过一下，是这个江菜原来是老西级的咱要考虑一个请棍还多请这个仙人大手。掌声鼓励。再看伊这个叫拿公拜，拿公给头拜，真哇那么做早点也非常的精准这鼓站起来来，所以好多。也会讲这个也会讲。这咱江西较早原来木性的木性的传授所以连起来滚但无共款咱这而家较早无出分头的这个太多滚，那个看卖的开始礼拜，好声鼓励来，来江西谢谢来。大家咱这里完了这个老师金山山陈金山先生来掌声鼓励来，我们鼓可以不用请今仔日咱金山西面对我无同款的翻滚长袖你看这个老西这种气势不错实在讲，今仔日咱西场中心真有福气就来讲，这种的鸡咱这种的鸡一个别个所在实在看无实在看无今日特别咱福安乡对咱传统武术的支持，来，那么福安乡掌声鼓励来，江家过来点，那咱们少年的大大兵，为今日会旗一打，金山金山翻滚长袖来，过来咱特别西里七琴，真济像个棍头2、3把头会使讲
啊，讲起来较无超过，差不多是台湾的这个时阵的尔，有当赛。哦，好，来，咱这个歹势，我哋苏明安咧等着，苏明安等着，来，咱再来来练一条太祖接吻，太祖的这个什么？条件题，条件字，条件字老师，咱再来开始咯，很多来好朋友来。好，这边再来一条，再来一条的滚哦。来看你总线嘛是多路来总线不在无，在，安尼跑下落去，这里姐姐你又无当看啊！你甲看伊个屈势，伊个骹尾，伊个屈势，你看有够明的，有够明的。今仔日在座其实讲你超好用，有好比赛，咱来再看的，这个是国际大会演，大家等下接下来讲来咱总线嘛非常来行的无讲，你今仔我请你来专题演讲，他是讲着分析非常分明，骹尾为什么清楚，这个再来集中，这个太祖接吻，这我咱太祖来这个什么吻，什么吻，今咱再来集中来过来老师，来过来老师。这个教练队练比赛练比赛，我说不几个人怎么办好了，在这新情况在今的这个武艺内容非常的丰富他们是很喜好今天他们的掌门人也来到了现场廖老师，给我们挥挥手好不好？那再来一个廖老师，哇，你看了大家真欢喜真欢喜我太激动了，我老师很歹势啊，我都改造再多了。咱同好，我讲，这也是奇迹啦知音难寻的所以讲本头大概是驱魔啦我驱魔真样来，我这过来跟起来我来。廖先生已经能完全有替我们带来了他们西罗的战二再来等级，因等级拢总有10几套来，过来咱在地苏平啊这我来滚头笑我来真侪功夫我也感觉讲咱太祖棍玩的真好，真袂歹所以马来练咱的太祖棍来一连一个金贵奖跟瑜伽沈志平老师志平来，掌声鼓励快输回输人了他滚头连那个得很拖啦